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字回堂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雨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威武！坐下，何人？大人，你且听奴家细细言。小女名叫李莫愁，家住京城，三环店家中有房，有田那一日。大胆，你还唱起来了是吧？我问你，这花满楼的客人都跑了，是不是因为你？大人冤枉啊！要不是我爹爹含冤入狱，受奸人所害，我又怎会流落被卖于此？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！威武！休再啰嗦！我本看你有些天资，让你跟着惜春、秋玉、夏莲学习，为何你不专心受教？自学、好学、勤学，学而无用；无思、厌思、废思，思而无功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有道是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年，秋有蚊子，冬有雪。大人，你且听奴家细细言。休要再言。东乡既然如此有进步思想，李莫愁，从今以后你就跟着他学习人之本性。退堂。威武！真是做事莫要露锋芒，鸟怕出头，猪怕壮啊！哎，等等我！东乡，花姐让你来跟我习那人性本质。你可知道这世间人性千万种？你要学人性，就先要通人性。愿闻其详。这花满楼就是一个小世界，你了解本店所有人的人性吗？我只想替父昭雪，这花满楼并不是我的长宜之计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君可曾听闻卧薪尝胆的故事？我当然听过了。当年荆轲大侠卧薪尝胆，悬梁刺股，精忠报国，最后等到图穷匕首，现也没能功成身退呢。唉，好凌乱的思维。我问你，你可有一双会看人的眼睛？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但是我更愿意用它来翻白眼儿。惜春善舞，爽朗，好酒，但一喝就醉。可为什么惜春总是能赢得大笔的酒钱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总是在醉前的最后时刻把客人打晕。厉害！那夏莲长着一张外星人的脸，青春无敌。她的功力在于眼睛大，会挑客人。这花满楼高手如云，名师遍地，如果能融会贯通，就我爹爹指日可待啊！
秋玉呢，能说会道，虽然口音问题严重，但是挡不住人家拿生命来卖萌啊。冬香姐，今天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是茅塞顿开。什么叫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？我感觉我之前一直都在虚度朝华呀。哎，对了，冬香，你的绝招是什么呀？我就是神秘。你知道，人对未知的事情永远是充满好奇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冬香长得太丑，没脸见人。你什么你啊？二位多喝点啊，多喝点，多吃点豆干儿。来，我们划拳。15、20、15，是了，喝酒。阿三公子，你怎么来了都不喝酒啊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两位公子好久不见，酒来了。不要着急，来，都倒满。来，咱们玩划拳怎么样？哎，55、20，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55、20啊！你输了，你喝啊！好，酒量，再来。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55、20，55没有，55、15、15、15、啊，15、15、20没有，可以了，没了，去看酒。你去哪？来，55、15、55、20、55，哇！哎，你又输了，来，哎，你快喝15、20、15。哎，对了，你喝酒。两位姐夫啊，不对啊，两位姐夫啊，那好久不见啊，我还见过你。福建人啊，这位姐夫啊，我看你两眼无神，四眼花呆，啊，嘴唇还这么厚，还是花指，啊，你不会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吧？啊，让莫求替你算一算。啊，你还有救的，这样，你先给我1锭银子。凭什么给你银子？哎，你个臭姐夫居然没有钱，没关系，秋雨照顾好啊。走开。两位客官玩得可开心啊，不如让小女子替你们跳一段优美的舞蹈，好不好？好。咦，这李莫愁今天不大一样啊，简直是如鱼得水呀！看来还是东乡调教有方。哎，东乡有什么功劳？还是花姐知人善任，人尽其才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这马屁拍得不错。来呀，别光看呀，接着喝。这酒都被人喝了，还得给人数钱。哎，赵琵琶，你那位客人脑袋里缺的那根弦，可是在你的琵琶上。是吗？没有啊。感情你就是酒托！哎，客官，还没给钱呢，钱。哎，怎么走了？别走呀！客官留步，这姑娘可以不要钱，酒钱可是1文都少不得呀！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！花姐，安妮，多走才给你们喝3杯。看两位客官，你们应该不是咱中原人吧？美丽的姑娘，好眼力啊！请允许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东营来的钱塘使。不过，现在的糖不是以前的糖，但还是糖。以前的糖是李家的糖，现在的糖呢也是李家的糖。小女子刚好也姓李，不如让我来跟两位喝一杯。
啊，我也想知道，这以前的遣唐使和现在的遣唐使有什么不同呀？来，哦，そうか。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刚好我前几天学了一些你们东瀛的舞蹈，不如跳给你们看。很好，请。这个什么都干过， 아니 그 원래 토요는 어디로 자네는라? 那为什么不说中国话呢？因为你俩傻呗。 아? 谁呀？谁在说话？你看不到我，但是我看得到你们。看着一个中土的人给你们跳了一段扭捏的东瀛舞，就骗得你们不着四六了。 아니 그これ영어로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? 说咱们俩傻。啊？随随便便扭几下就让你们乖乖的掏钱，你俩不傻谁傻？ 아니 그金つったら俺ら金を出しても人は俺に騙されただ。バカ野郎。バカ。아니 그 자行こうか。よし。そうですね。さようなら。おい。 哎，客官，客官，酒钱，客官，酒钱，酒钱呢？酒钱还没给呢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李莫愁，东下。干杯！花姐，你能奈我何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莫愁的内心想法。 来喝。就算你要发火，我这儿有客人呢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李莫愁说的。这小小花满楼，还没我京城房子的一个院子大。想我爹爹当年可也是风光一时。李莫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什么也没说呀。你们这些人，必是祖坟冒青烟，才得以有缘今生与我擦肩而过。李莫愁，从明日起，你给我到后院给何总砍柴烧火担水做饭。 花姐，我没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呀。小二哥，你前天东家谢谢他来。读心术，你们不懂。你们简直是反了天了哈！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从今日开始，花满楼停业整顿。 姐姐，我要好好教教你们怎么在这花满楼和谐相处。哎，花儿姐呢？呵呵呵，花姐，看来以后要离李莫愁远一点了。心口不一，能如此流畅，这也算得上是人才啊！吃东乡更不能惹，太可怕了。传说永远比真相更可怕。南唐边疆太守之子下人来报，明日点名要求李莫愁李姑娘亲自接待。 今日之事就先这样吧。太守之子到来之前，谁都不许再提。下去吧。今日关门谢客。
着纠缠，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。那雨无情，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。